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Strategy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 MasterPicks 獨創嘅策略指標系列之債仔風控優先指標。你可以喺左側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揾到呢一個指標，並點擊右側嘅問號按鈕，即可查看策略介紹同埋用法。呢一套指標係我哋將經典 KD 隨機指標徹底升級之後嘅風險雷達，將市場風險分成0到106大區間。綠色 B 代表低風險買入，紅色 S 代表高風險離場，俾你永遠企喺風險最低、勝率最高嘅嗰一邊。信號識別超簡單，綠色 BE 值啱啱突破12或者落喺8到12區間最佳低級買入，紅色 SE 值衝進88到92區間，立即減倉或者清倉。E 值88以上連續3日，即使冇紅 S 亦都要強制減倉，絕不硬扛。6大風險區間一目了然，0到12高安全區積極買入，12到25安全區可少量加倉，25到50投資區持有觀望，50到75風險區開始減倉，75到88高風險區主動減倉，88加超高風險區堅決離場。呢次我哋以港股0992聯想集團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超跌反彈見底指標之後，可以睇到2024年嘅2次買點均喺安全區或以下，股價喺2025年達到歷史高位嘅時候觸及超高風險區。系統及時出現紅色信號提示賣出，而喺4月嘅關稅事件導致全球股市大跌嘅時候，系統亮起綠色信號提示抄底。後續股價亦都確實一路回暖，重回市高。指標不但嚴格控制風險，亦都能夠助你喺低風險前提下獲得豐厚收益。此外，風控優先指標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喺我哋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Strategy Scanning， 選擇風控優先指標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此策略指標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，你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一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來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Strategy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Strategy 介紹，敬請關注。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